这幻形诀当真玄妙，可改变扭曲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貌。若非遇到元婴中期以上神识探查，想必不会露出真面目的。啊，前辈晚安，结丹修士专属的交换会即将开始，还请前辈一步。比想象中倒快了几十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除非神识达到元婴中期以上，他人眼中我应是这般样貌。前辈，文思月，怎么是他？他怎会在这里？前辈这样盯着小女子看，是小女子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，前面带路就是。是。前辈请。哎呦呦呦！可是厉道友当面呐，不才云天笑乃是此地宗主，死丫头一定要好好招待厉道友，不得怠慢。长老有令，小女子定会让厉前辈满意。长老，这人又是哪门子长老？其他道友大多都已经到了，咱们快入座吧，厉道友啊！来，请请请。听你的。来，吃个鸡腿儿。差点就吃到了。哎，